第二集，補習係咪有用？其實要睇情況。第一種情況，你係成績好好，只是精益求精，又想確保自己有5星星，真的不要想多。有經驗、有教材的老師幫到你。若然你選擇大型補習社，其實都 OK， 但係未必能針對你個人情況。再者，大型補習社的內容都係以大眾學生的平均水平來教材水平，否則有些學生跟唔到就會退補習，但太淺，勁的學生也會退補習。但當然，就算私人補習老師，都睇你的補習老師有幾勁，有幾多經驗，有幾多教材。第二，學生本身能力不太高，就真係唔使講，1對1都係必須，或者1對2都 OK， 但1對2的情況下，兩個學生的能力要差不多。不過真係要講，即使有些補習老師，佢係狀元也好，又或者係超級狀元也好，佢有無能配合你能力的材料，佢能明白你的學習困難又係另一回事。有一些補習老師補了1年甚至幾年，學生的水平都係冇明顯的進步，就唔該你轉另一個補習老師，無必要有無謂的堅持和無謂的感情堅持。但當然，若然成績無大進步，又不能只怪補習老師，都真係要問學生係補習後又冇再溫習先，否則教完學生忘記晒，即等於補咗等於無補。心態上見到你在補習時學過，你感覺會自我良好，但最後若仍然不能解答考試卷，就好可惜。另一種情況係你的補習時間太短，舉例如中英數等，在學校1星期學6至8堂，假若每堂有40分鐘，即1星期學的中英或數有4至6個小時，但學生搞唔掂，咁家長都咪妄想，只靠每星期1個小時的補習就可解決問題。學校學的時數都有4至6小時，但學生仍未能搞得掂，又豈會在補習的1小時可搞掂呢？正常你會話，咁補習係比學校應有較高效能，係，但你個仔女唔係呢？你太高估自己仔女的學習能力。如果係高，又使咩補習？你要佢補習，又求其補少少就算，根本只能醫到表面。若要深層醫，就不是補1小時可解決問題。也當然，所謂的1小時，也要視乎年級科目。我講的也只是隨便舉個例子嚟探討下。這裏送給補習老師或者老師，你哋教學應有栽培的心態，無論你教幾多年級，都應有栽培佢有能力去思考、去分析，對中小學整個課程要了解，不是只解決現時某條功課、某條題目的困難，而是去栽培學生，打通他們的思維，能迎接未來不同年級的深度和廣度。最後學生成績不好，確實學校的老師要負起一定的責任。若然一班學生裏有大量學生要出外補某一科，即係學校老師要研究下自己有咩問題，點解要搞到咁多學生要出去補你嗰科？咁若然只是零星3、4個學生出去補，但也不能說老師沒有責任，多多少少，老師仍然要去看看還可以為他們做到什麼。